是洪武6年的元宵佳节，今日里向大放彩灯，皇帝出宫，与民同乐，还有男侍卫当了的，我们里向斗气忙头。咦，清洁卫生安全保障道路畅通，样样侪要做好准备，而且要做到肺腑一实。搿点老百姓侪是兴高采烈，城里人要看灯，乡下人还要看灯，侪是秋红发了富了雨，一时中心一时家，正是为生日要用灯是黑呀，龙灯修天嘛，炮竹声响，灯笼哎，看灯起哎，看灯起，看灯起啊！来了，过来一台兵丁，身上侪是粗犷随性的好衣好果，谁知比比棍棒。但是奴一群乡下娘娘冒在小龙堂里了，指里为了黑，来，闲杂人等上开了，走，开！哎呦呦，谁真正啊！你好像真弄一步呀！快点呀，你都要开的呀！叫你出来看灯门，还不许你的龙浪像这个的。这都是在我再吃了啥，我又让你生气给。可不能龙不龙呀！我在龙洞呀！哈啊！为什么一派盛世官军，偏于这北风里的兵丁？宝灯上月，红水之玉，够啥人？这东为之王勇，你是当然大约是松里老先生的得意门生，心性更实，不用多say。因为口腹归牛山煮酒，所以你富裕功名，先就开始说寻梦洞。再引这个先生一封信，是当今天子一代明君，我就拿来举荐不你们，你还是得进京来吧。王勇对先生是代信任，这道信马上动身，今朝刚刚答应天父，听说以登位还来嘎嘎难嘛。现在看到12种信就没发动这样。其实到底呀，法官内少其父啊，不平则鸣，真是缺于此雷嘎呀，啥个声音啊？外公的起一口一块布在吧，10里相锁一边锁骨纹。哎呀，这个地高边开一门灯烛辉煌，遇到这个一个设备不图灯光有暗，这手门一些开一些关，啥个龙的？啥个龙的们老板娘也开，老板也关。为什么不让开？哎呀，高主簿啊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，自个一上大轿，刚从个地板来讲公仔，不许上高看彩灯，不许开门做钥匙的。这生意不许做，门总可以开吧？雨欣董事门开时，你往这门上当一个。哎呦，高主簿啊，你安逸点，太平点，你娘开了。不离一台戏叫一开跟对哟。过后嘎啦啦吧，深邃抄起一根门锁，你再敢关！给到皇上你这样不文明！刚刚比在门锁上谁讲大的？哎呀，欲望好事，何必如此哟？你可没有为导师想过？导师人却没是懂道理的，那个头面头人不少多少的，但为不是讲的不理听听的，所以门锁不必一多嘛。哎呦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一位大相公。是啊。哎，您呐，甭站着，怪累的。来，屋里请坐啊。不，对不起啊，今朝不做生意，你摆开点啊。我送晚茶不犯法。大相公，甭理他，您只管坐。来得真看，本来想隆隆清上哪桩事体了，你莫非对着娘娘？老板是我。做主事里颇高估的。啊，弟子娘娘，我要追问一声，有什么话只管问呢？方才这位兵丁如何要去给乡军女子？大相公，我听您这口音可不像是本地人呢。是啊，你这东身是？我说呢，您啊是个外地人。自然是闹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甭说您不明白，就连我自个儿到现如今我还没想通呢。
他不敢说，我偏要讲。哼，我说大相公，这啥子？这不提呀，配娘，这手来大夫谁嘛是为非？自对百灵总也破。我皮呀，擦手西洋金个腿腿磨错的，扭扭笨笨感受那么低配，马上去手来给。因为我是啥天日子？臣弟，都得这样子写水杯。余人势力不拘称，余人势力一出水，哇所以都将了是非两回。都高想说方谁是谁分能得。去年我还陈大水，把夫人我们送礼杯。那不就是去年吗？皇后40寿辰，可了不得喽！文武百官都去朝贺，就连这应天府的府尹大人叫什么来着？蒲金神，我师兄啊，先生新郎第十个，是历代中的应天府的府尹，他的正也。不就是这个潘府尹吗？别出心裁，他送给皇后的是一双凤头珠鞋，哎呦喂，是珍珠串、宝石镶，价值连城呐！哎呀，献给皇上本来是想邀个功，讨个好，谁成想，讨了个没趣，跟我第一口面孔一白，一撒子啊，神水一挥，理解我后不人飞来出。潘夫人把那子们一百的个回，真是龙巧神智。那么地址娘娘，哎，这被兵丁府里不幸福，姑丈娘你为什么语腔啊？哟，大相公，您可真是个书呆子，这脑袋瓜子怎么就不能转个弯儿呢？君呀，我的一个父子面，与民同路难一飞。那么地址娘娘，哎，强奸女子一死不行，以后不等，如何挨打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啊，因为谢百姓非子娘娘个病，所以不许上高级苦等菜。某家兵丁也无娘为相我娘娘都可血害，夫人也苦等单相单来，都觉得地狱啥个谁？苦呀！哦，还是上杜家，一个么王爷娘娘，一个么老板娘娘，两高头么才是杜家娘娘。此为文黑大舅。喂，你做啥？为了大舅文黑，害钱。哎呦呀，也是一个在把那个吃子外等我洗出去办过。兄，格来么王用反连不得，我连啥大叫王爷，你都眼睛发生弄过出来，还是鬼门落手。只有这机会大叫来，不是要吓得人家眼睛的啦。哎呀，皇帝呀，
可是你也特意不带走啊！那么那先生新郎小呢，是玉的明君呢，吃够吗？李总夫妻的小心来骗我了后，那么再说，你这个皇帝又不是做老手来，俺怕俺的义军弟兄10年口出当出来噶。下平海出身举天子，他举西岐冲啊西台。希望古代军人，阿有说白杨山的能够为不要力，他是你真正是一个富大昏君，而是我还来帮你呀！十万人为娘非我女，但不是没催生去找把家为，哪怕寻梦东。我决心主持啊！要吹没？而是我啥都不是古代军人了，马上主持啊！来着于心让我隆隆清爽，王城里一怕废物进这个大家是真的，为是辜负怕我依然让粉饰他兵，只有咱指挥斗将，还是皇帝的本意。那么门先生不偷盗，门仆师兄不必在，那么哪一类可以龙情上呢？哎，看得到刚朗欧光射是个的彩灯们，耶，厉害！
事体来被人家说个嘛？皇帝亲临府子妹要与民同乐，根本没喊。现在娘个不来当一条灯梅欧入王位个上家，吓得特别现在个彩灯了。他是来真的要与民同乐嘛？卑微的看见，我看他接了灯来，真呀白。他是来看见灯美付之一笑，说明来心知是语。他是你看见只要不如大怒，说明啊，你就逼得是跟浪子。我跟你睡觉日小见大，到对呀，你万一泄了头了，那个穷后唱得不头不谢。皇上驾到！哗哗哗哗！一百名御林军猛然开道，御前是为气宇轩昂，冲西下的人非之当，谁负楼高好好当。金国府蒲龙棍，青钢刀，军旗枪，光华肃杀，火焰飘荡，写进地楼，年年雨香，是被他给神对神伤。王禄谁神相依，当中受一位开国皇帝之牛张。安国封的黎明福，国泰民全身病。年纪为谁？年纪为谁呀？来日他给红领大让一步，奴婢在受之病是领旨上，万岁有旨，平身啦！小为谁？小为谁呀？可爱卿，微臣在吩咐下去，神公与民同乐，不必拘礼。臣遵旨。那么这个是啥人呢？李谁是阴天府的府尹大人，这才为此把他军家讲起来嘛，那相当于不仅是个市长，你叫潘金神。李谁是去年王爷过3年，你泡沫皮送上珍珠啊，反而吃过的一个玩意呀。不过潘金神真正是得意洋洋，为的啥？你看，灯会是我亲自督办，只要皇帝看得满意。可是我留下去的日家是遇得很过来，所以一面吩咐我去嘛，一面过来请皇帝，请万岁下年关灯，请万岁下年。千岁忙正红领比波浪一打，虽然以前放过女中过地个，而不现在两样子，怎么是皇帝的？你叫雨打不打，屁如不打，还要拿嘎子打我8年，对前头一看，或许漂亮。来看，一人好月，非真明灯。诸位爱卿，万岁，你们看呀，好一配，甚是光景哟。是啊，万岁，你看母王人义不避红，老不舍义，万岁洪福喜体，真是大明长人啊！是啊。百里山苦，月夜冷，花日尽出七载灯，七彩灯，七彩灯，七彩灯。彩灯呀明月，
月光照花灯，灯月交汇迎几坤。月下不美色，灯前开佳人，一个个追光抱起呀，今日光海宫里神都像走得上么老的，多么厚的都是个皇帝似的一样啊！众位爱卿，太岁，你们看呀，这杯购物药剂真是生意双秀。后生人也请沏上一壶。哎呀，万岁，您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您瞧，前面这些姑娘多好看啊，载歌载舞。哎呦呦，您瞧她们的皮肤是又白又嫩。万岁呀，您知道她们的皮肤为什么会这么好吗？她们是为了皮肤好，早晚用大宝。爱卿，魏丞相，这对姑娘对郎果然好，但是你看家郎高年轻。对，走起路来更加好看，一步三摇，真是婀娜多姿啊！空气笑他们真为谁此好看呀？未曾不知，还请万岁赐教。No，修兵者赛臣军礼，红领他给眼睛后的。对，万岁说的不错，女人好不好，看脚小不小。对呀，啥人行出来小家，这个人谁顶聪明？啥人行出来想不出，分爱不必于活事的来。老爱卿，这个啥人？当然大约是宋礼，虽是王勇的先生。那普京人还是一个学生子，因为姥姥不够统军，所以皇帝要当你活事的个。听见海大上一步，老神山空气小这三层经理，乃是属于后上后事。用不到东南京拿出来的是七罪万岁，内当李惠之予以告知，民户养养，举不诉讼。这上家不了不一年，未来里向星月之上，天气无来特别寒口，深得李惠之宠爱。后世来其他公务并非乡里好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抱，受寒口的。但是松人们呢，明君要饭。那么来了。是的，给的你还结束这样？父王，书本上还有两句，我不能偷我的。啊，万岁！那是的遇到小主为之，大主为弊；小主为贵，大主为喜。老老个那么没唱猴子，做什么个上斗家你不合讲的？因为那个第一夫人天然斗家斗得摇花花的样。本来今朝皇帝大子王爷一代出来关灯赏月，谁是家些一上斗家，摆了路浪向人分的加谁的，于是王家体面。那么皇帝出个花团，为这家些等了宫里向设计着家乡菜，是我看好等赏好月，为出来的那夫妻共饮三杯。今朝现在一家团出来。乐乐啊，那个两句闲话，死巧说了你个气眼眼里，真领不清啊！那啷讲啥？皇帝啊，搿辰光嘛有句说法讲，就小家为主，大家为弊。不晓得搿个马娘娘一定做过恶头个样。后今你为了啷讲啥？小家为贵，大家为喜嘛？皇帝子女的，我家之路是大家，搿么你死了啷啥个上户家？
哎呀，半边的潘先生就是觉得嘞，对回过来对先生毛毛。那个人讲闲话，哪只看自家不对，不敢把你灭对。该走上我石头嘛，做个人的呢，还想我来？万岁，赵微从看来，天下之美为天然二字耳。来一眼呀，那半山夜里杀出个人眼进来，不隆咚啥个意思哇？等那隆咚口浪头也发了几高了，来看看皇帝这面孔看。哦哟，我唱好着哇！这么反正，你引去的给了你个种学生子完了啊！我会得帮你忙干，留下来一石头家汉，一石头家至高无上。哎呀，那么你刚刚为了讲先家汉了哇？你不怪个，那做来是万岁。赵微从看来，天下万物不假修饰，以天然为美啊！不说别人，古代四大美人，哪一个参过小脚，不是照样流芳百世吗？哎呦，那是里越射越激动，弄得人家真的这样。所以万岁，恳请万岁下一道诏书，废除小脚，提倡大脚，以大为贵，以大为尊。杀了我也欢喜你了。可是我听了一句话说，一样一句话，为刚刚等我写出来，不为刚刚等我贴起来。老爱卿，是噻。潘爱卿是你的门生吗？真是。名士出高头。此事情的确是我干的个。这潘某逢人啦，你倒是死活人噻。老爱卿，是。我有上书知道你为等我推荐一个学生子，叫王勇啊。春到浙东才知，这王勇与潘爱卿相比嘛，是有啊。姥把你提起王勇那个精神马上来着，为啥？各个学生子里实在欢喜。你讲聪明才气，潘先生不比你太白。但是也讲得品言得行，可是潘先生不能跟大里比的。曲罪万岁，想得王勇平有其意，相离心知。这两句话听了潘先生的耳朵里，不知哪只觉得给他的苏里里的一来。听听看啊，提起我的师弟王勇，先生发是非夫，再不休克。王勇手上像我的开学过血懵懂，受老辈等一个干事先生有啥个出息了？报得男主玻璃不得了在，胸怀太大，对不明理。皇帝实在欢喜我，也男主玻璃讲我一声黑，内是登天。同样侪是学生子啊，偏心的偏得这样一日，做得出来。皇帝都来得个开心哦，老实上推荐的这个王永福为太白的老爱卿，是。有事当儿间为不及他的神言你。两来不是必可理解。没哈，谁也来这个么来看？王勇这种独特脾气，但是官场里食堂上混得出，里得混。其实嘛，潘先生啊，我晓得你们那马上要混不出来，你不是在。等些单子前头要出事体，口浪头要加逼呢。哎呀，你忙啊问做啥？心里么手里里磨皮这样，啪叽叽，背着皇帝一大路马上夫子面而来，一路追为了让家人。哎呀！万岁，您看今天京城内外彩灯辉映，是歌舞升平啊，这就是大明昌盛啊！万岁，今天的灯会乃是微臣亲自督办的，万岁您看还可以吧？好，哎呦，您瞧这些彩灯上有字有画，还有谜语哟，这一盏是大气磅礴。这边是大同世界，万岁您瞧，还有大势所趋，大有作为。你让大泡沫屁，不知那明明写这个游戏欢喜听了还只觉得五斤六毛才会舒畅的。咻，
皇帝看得一盏灯浪向个妹妹子的蛮有趣的，上头写的啥？四面是围墙，当中一万两，12个比多个多，多个比12个少，当一佛。这个啥么子啊？老爱卿，是，你来看呀，这真的美语气得很，空气香，这谜底乃是什么？一看么便当馆，曲嘴万岁，照老人看来，此乃手部一手部，真记得。你看呢？四面是围墙，当中一万两，上头3个，下头多个。但数起账来呀，3个比多个多，多个也比10个少。哈哈哈哈哈！语气呀，语气。我有石头这个一把手部，但是个皇帝兴致上来了，哎，里头还要出风头子。众位爱卿，万岁，神公一直登门，要你们猜这么一猜。请万岁私礼。微臣洗耳恭听啊。听好了。七条线，非条线，飘是厚重都不及。爱卿，微臣在。这是什么？后先人先叫写出来。哎呀，这个妹妹怎么手得便当着我？3侬也懂过落雨哇？干嘛要马上讲？你看啊，今朝个皇帝他的一落架子，当作神仙的细3人个，搿么呢哈，碰那个啥，那走马只有你走得着。还有，乃是些粗水性，看不得走太阳牛的对球之下做工实做，好容微臣想来啊，七条线飞条线，飘着湖中多你哪唱越这个讲？哎呀，潘家的善心人呀！几个秋子一对杀一家子。哎呀，万岁！灯谜乃是微臣平生所喜，但是如此高深莫测的灯谜，微臣倒还是头一次听见，深所苦尝。哎呀，怎么就是想不出来呢？惭愧，猜不出来呀！旁边个兄弟队里妈妈学生子阿爱的嘞。这只妹妹这么大高兴的落雨哇，啥子这样恶行恶上做工实做？拍马屁！微臣才疏学浅，实在是想不出来，还请万岁指点迷津啊！猜不出了，太难了嘛！皇帝队里都毛毛难怪你多个娃人啊，确实生活体面。我小辰光放过女的。他记了女背浪向绑上落神头雨了，哇！7条线、5条线，飘入湖中都不见。看吧，众位爱卿，听好了，这谜底乃是下雨，落雨阿东。哎呀，万岁呀！您不说，微臣百思不得其解。现在您一说，微臣顿时茅塞顿开，是豁然开朗嘛！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妙绝好！好！哦哟，吃力的人都一来蹦蹦啊呀！好啊！哎呀，万岁！如此绝妙的灯谜，请万岁移步到前面的沈家营号，有一个特大号的扁方灯，恭请万岁留下墨宝。好，请根子里忙着手里的让追过来，老有一口了，一只红木的架子，两旁边2条龙切得上上梁，当中一粒枝子叫耳龙细枝，下头当还一只4
插苦两插高，一只四个比方等四句为满好八句，我对当下一本红颜色的手段，可是真正这样写写叫芭蕾这样一手，不可将个皇帝最近一口了。耶，潘金城喊我们上头也留下没白个。那上头已经小黑了，孩子叫。个潘先生看见没？只觉他脑子里嗡的一来呀！哎呀，死得个来，啥人都看上去的家。我明明观察张三李四两高头等我看哈，两个死人啊，要得落得起着呢。张三你高举步杨三头托李四，你打着眼睛吧。非得李四作业改两年是悄悄话了嘿，真叫好斗比通啊，你还受不来噻呀？可么第一个是死人啊，嘿，你都怕子人了口水话，关你啥事啊？非是脱两边，哪怕我再等拆脱，但你不大高，等都没不大高，但潘先生都大高了嘿。哎呀，这样子，说得清爽吕布皇帝啊，这个是欺君大罪，我立不是个。哎呀，万岁！不知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信手涂鸦，这是微臣的失职啊，微臣有罪呀。回去是与民同乐，后帅之语，几日与人细了登门，待寡人来猜他不放。旁边送礼老早哭泣，为啥？因为这盏灯特别大，这两个是也是天亮，忙过去不哭得清清爽爽。哎呀，这样和啥子王用个鼻子玩？一口内容没心里想别个一来，哎呀，这妹妹子来让我说王月上斗家玩。哎呀，他是真的是和啥子小个王用啊？那么你今朝吵后早，手机这个心啪啪啪啪啪啪。那么潘先生俺看起来呢，不理呀，他摸皮来不及，一啥吩咐，观察谁有来啊？通常下去过来，铺下谁知木没死哎，思考过来去两只水往是比方的浪一打。万岁，请万岁慢慢地猜，微臣给您一面一面地转。请看第一句。哦，一人重担挑在肩。一个人，哦，一个大事。对呀，是个大，好啊！一个是他给个不来，大事一领没旁边一领。万岁，请看第二句，却能跋涉到月边。我两个我半边一个恰，哦，一个就是了啊，是个脚，第一个是他给个不来，就是一领嘛，大事比了一领。今朝家是五本多两个老老的了，皇帝大叫两个是已经要过大着，本多等那个半边怕得个毛皮飞子皮个这样，皇帝下一个字里都等了半边好啊，下一个是好啊，一片黑彩之身嘛，但是个织女长有点混蛋的，为得摸过他个样。个潘金人怕得个毛皮昏咚咚，你还问过大概？万岁，请看第三句，王爷头上顶白发。一个王字，最后一句，饭字去有一口甜。一个黑字。哎呀，万岁啊！您真是满腹才华，博古通今啊！谜底出来了，大家请看，谜底就是大脚花。不。有戏呀！皇帝先叫我血喷出来，啊，弄子半日让小高知不啊？不就来对潘金人忙忙，谁是那个头面鬼鬼啊？死得我得叫我留下没办，啊！我们上那个送死的，天地良心啊！我们下是从来分这个人真够噶。哦，难得这个细一细来看种子这种强烈出来，大庭广众啊，
是王家体面的给当后人，是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恨，真叫怒不可。怒吼中烧，恨母强，后犯小子。他太荒诞，他是富人，龙没等你死，竟把那大脚王嘿是爱中三。我是那富家人，少可望。后来说女配有样，最那大脚狗娘来走起饭，真是莫忘法报天。王家一美人对光，飞花切刀，绝应能当。说不是牛肉，与你把死。真心与我来作较量，倒是一人黄头好吃菜，吓得一个人落大起说：“哦，一想没有了，今朝吃了那普京人。”那内管下个中然后吃个种事体，不人内人杀人，所以密谋是眼睛来气之背，忙真里对狼想，我把你这个狗，我切，飞过来是吃我锅里浪来了嘿，还有那是啥头明明空为这样个啦，没这领地一塌糊涂问，普信人谁只管捞起来又想靠，不能擦。这是万岁赐给我的泼墨山水呀、未曾该死啊！你确实该死。说专能王人将他推下去开。什么人一杀地震，那么发觉蹦子，哎呀万岁呀！灯会确实是未曾督办，但是这灯谜不是未曾所写，未曾冤枉啊！你是看深深一明白，目睛才等你主张成而废儿。为哪装？该当红的吹
杀的我来。阿凡说：“邓为却是父亲独辈，谁邓妹乃是他人所系，父亲非说开恩。”对了，忙忙要你搞出来啥体？我也不真的要努力啥。为此呢，潘金人领父亲上，大庭广众扯我个吹，推我个台，我今朝神心要上上你个枪。那么既然你乐乐打出来了，这个神事罗蹦，潘金人，刚才骂我狗官，现在叫我潘金城，还好上了一个台阶了。魏存在，看在老爱卿的份上，女儿。也是多谢万岁。且慢，命你三十之中杀出这个熟悉登拜之人，实属不赦。非常遵旨。那么当地的行，请听我道